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风台的外围环流，伫台北来落强降雨。台北百灵桥卡的停车场有100多台的车未付煞，拢来浸水入水。台北市议员黄玉芬嘛接到民众的陈情，讲因为台北市水利处并无通知要关水门，有将近10个人调离的报范的外口。议员批评台北市政府的标准作业定数 SOP 来失灵。郭文泰今仔日是来表示讲，敢若是停车管理工程处为动工的早起9点开始，就陆续发4届，总共2万多封的简讯通知爱刷车。民众若是也是无收到，安尼市政府就来查原因，会检讨改进。友好券2.0。台北市长郭文泰出席活动的推销，严格进行泥沙风台所引起的大雨，造成台北市淹水。台北市政府的表现引起真侪民怨。音乐季的主办单位，包含要去移车的车主，根本都没有办法在被通知说，水闸门已经要关闭，要赶快进行疏散的情况下，没有人知道这些闸门就已经被关闭，民众求助无门。那百灵桥卡有几百台车浸水，议员嘛讲，大家和平公园有8设备厂商，因为水利处无通知关水门，调离报范外。单单田管处就发了2万多封的简讯出去，而且从9点就开始发，像这些我们都有通知他，只是说他有时候被通知人也不太信邪，3点55分有发一次的，4点41又再多发再补发一次的，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，我还是会改进的。虽然讲会改进，不过台北市有灾情，市长却是去外地的辅选议员引爆政治的攻防。情况不同，每一个首长应对情况的风格也不同，我们都尊重，但社会自有评价，他自己要去面对。他不讲我也不会主动去讲他的。你也知道，他就是要黑你，就是要把你怎样。也许我们修养更好，会说不要理他就好了。柯文哲在哪里无所不在。有天灾时，首长勘灾，毋那是一门政治学问，嘛成为各阵营之间的攻防重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